家好啊，Alphas Elite 嘅頻道，大家睇下視頻嘅標題都知道啦。今次我哋要嚟教競爭者最強秘技嘅，呢個係咧之前競爭者最強技巧嘅一個進階版嚟嘅。好，廢話得個，廢話唔好再講咁多啊，直接開始教學。好啦，第一步咧就係咧一定要有競技場呢個地圖嘅。好，而家非常成功有競技場呢個地圖啦。武器方面，突擊步槍、左輪手槍、電鋸、醫療包。醫療包可以唔使用嘅時候，有嘅話就用，冇嘅話就冇用咯。嚟，現時正式開始。好，首先你揾到個人先，之後你攞提供槍，攻射。就掃咗幾下之後，就可以用左輪手槍，死咁射佢，唔得嘅，撞到電㗎 ，KO， 搞掂，就係咁樣。而家再演示多次俾大家睇。而家射唔到都唔使關係嘅。就仲有左輪補刀，如果唔得嘅用醫療包咯，我個人中意用啫，其實冇乜需要用嘅。如果你操作比較好嘅，就可以咁樣 KO， 係咁樣。而家就演示多一次俾大家睇。就係咁樣，呢個方法，其實整體使用方法啦。好啦，大家如果覺得呢個教學有用嘅，記得要撳個讚，訂閱我哋頻道啊！唔係你有冇一篇更多呢啲有用嘅教學片啊？之後呢，我會更新呢一個同 Josh Studio 合作嘅一個片嘅，敬請期待啊！好啦，我係 Alphas Elite，我哋下部影片見，拜拜。